毋过我已经互某人吓惊啊，足惊搁再落落因的手头，所以我毋停困，毋就花，嘛毋拍定。风势一路拢真好，我就安尼一直行5天，然后风改变吹向南。我估计道公因有派船来入我，即时应该嘛放弃啊，所以我冒险驶向海岸，拍定伫一条小河的河口。我毋知这是啥所在，伫倒位，毋知啥纬度、啥国家、啥民族、啥河流。我无看到，嘛无希望看到任何人。我所需要的主要是清水。阮伫尾暗的时驶到溪口，决定等天一个乌道收上花，查看陆上的情形。毋过等天大暗的时，阮听到各种野兽在吠吼，搁哭咧。阮毋知迄是啥动物，害迄个可怜的囡仔遐惊到尾破胆，就拜托我等天光才上花。好啦，主理，我讲打我莫去。毋过到日时，咱可能会拄着人，因有可能像西仔遐尼歹呢。咱就互因穿。主理讲甲底笑，因就会走路。主理的英语是为罗咧学的。无介标准，比讲甲咱对因开枪，讲做咱就互因枪。不过我真欢喜看到主理的心情遮好，就安尼，我为主人的酒箱摕一间酒，倒寡酒互伊啉，小阿囝一个。总讲一句，主理的建议真有道理，我接受伊的意见。阮就伫遐拍小定。点点倒伫船顶过一暝，我讲点点倒，事实上阮拢无困，因为伫2-3点钟的中间，阮看到济济的动物，阮毋知因叫啥名称。因来到海岸，走落水，伫遐浸，伫遐洗，享受水面的凉爽。因发出可怕的吼声和叫声，是我所毋捌听过的。主理惊甲要死。我家己嘛惊甲安尼，毋过搁较互阮着惊的是，阮听到一只大动物向阮的船游过来。阮无看会伊，但是阮会当为伊的喘气声知影迄是一只大个恶的动物。主理讲迄是一只狮，我想的嘛可能是安尼。可怜的主理发声叫我紧起定，告船离开。毋免。我讲主理，咱会使钓鸭放落定数和浮动，然后过向海，因无可能对咱遐远。我拄安尼讲，就看到迄只怪物，毋管伊是啥，已经来到2支船桨长遐近啊，互我着一惊。不过我随大步到舱门，摕枪架弹，伊就随我身躯收向海岸去。枪声一个响。毋管是我海花，也是搁卡入去，随举起一阵无法度描写的可怕声势，恐怖的啼哭也嚎叫的声。我相信这是因为遮的野兽以前毋捌听过枪声，这搁较互我相信。莫讲伫暗时上花，就讲伫日时要安怎上花，嘛是一个问题。因为落伫任何遮的人的手头，和落伫西亚虎的喙拢共款害。这2种危险拢是阮所担忧的。就讲代志安尼，阮嘛是着上花去找水，因为船顶剩的水已经无够一摆的啊。问题是伫当时去倒位找水，主理讲我若准伊早一个干仔上花去找看觅，伊若找有，就会早一寡转来。我问伊是安怎伊要去，哪毋叫我去？互伊留伫船顶，迄个囡仔应甲真有情，互我就安尼足介意伊。伊讲遮个人若来，因遮我，你着紧走。主理，我讲咱2个同齐去，遮个人若来，咱甲因刣死，咱2人拢袂互因遮去。我摕一块大胖互主理食。搁为原来主人酒箱摕酒倒一簌仔互伊啉，然后阮甲船拖到我花色洞的所在，
伫遐撩水就花，除了随人的武器和两个水罐，其他啥物都无查。我毋敢行离开船伤远，惊有遮个人过独木船位起落来。毋过迄个囡仔看到一摆以外的一块基地，伊就散步过去。过一下仔，我阁看到伊走向我遮来。我想讲，是毋是有遮个人逮着伊，也是伊去互野兽惊着，就走过去帮赞。等接近伊的时，我发现伊的肩头挂一个领土仔的动物，毋过色地无共，脚嘛较长。迄是伊拍着的猎物，阮拢真欢喜。这是真好的肉。毋过阁较赞的代志是，主人甲我讲，伊已经找着遮水，嘛无看到遮个人。后来阮发现，阮毋免遐到港去摕水，因为伫阮较起去的所在，遐个溪水伫退流的时就是正水啊。因为海流入溪无远，阮甲水缸灌满，煮食土仔肉了后，就准备要阁出发。伫即所在，阮无发现任何人类的脚迹。